為何把我們的錢送給富豪？你將公帑用各種名義派俾市民，香港貧富懸殊全球排名第一。我哋以為你更好嘅分配係為咗貧者多得，減低貧富差距，結果我哋信錯咗你。假如將你決定分派嘅800億平分，每個成年人都可以分到13,000蚊，結果呢？當擁有價值1000萬豪宅嘅富豪可以分到萬幾蚊嘅時候，大部分市民一家數口夾埋先至分到4-5千蚊嘅電費、差餉或者租金補貼，而住喺劏房嘅低下階層更加係斗零都冇。點解當大部分人只係得到2-3千蚊嘅時候，容祖兒會分到10萬，梁家傑會分到20萬，李嘉誠會分到1億呢？就連溫州睇樓團嗰啲富豪都會分到幾千萬，有100層豪宅嘅就有100萬，有1層豪宅嘅就有1萬，冇樓嘅乜都冇，月薪6萬嘅有12000，月薪6000嘅乜都冇。一份劫貧贈富的財政預算案公平嗎？所謂退稅係將社會資源選擇性派出，講到底就係派錢。點解賣地、印花稅同埋儲備利息等全港市民共享嘅1800億唔派，而要退300億差餉、入息稅、利得稅同埋商業登記費呢？賣地唔分錢，正正係導致內地烏坎村村民反政府嘅原因。假如話派13,000蚊俾李嘉誠呢啲富人唔應該而唔做，咁唔通派1億就啱咩？我哋唔要你嘅針對性措施啦，請直接派錢俾我哋。烏坎村賣地侵吞賠償，老有婦孺拼死反抗，香港人係咪咁好欺負？